台北大安中信銀行中校分行昨時發生搶案，歹徒甲銀行經理壓起來，要求甲1000萬在入口行李箱內底，佮也比比稱假假手榴彈掠女經理做臨職，也落尾同款事去互警察壓制。來聽警方佇早起的說明。情緒就已經展現得很激動了，但後來我們有發現，因為他在途中有開一槍，那一槍讓我們確定說那是鋼珠彈，所以讓當下的判斷就是認為那個鋼珠彈的殺傷力不大，我們可以大膽放心的往前挺進。他涉及賭博案件是在今年3月初的時候，而那時候我們有持搜索票去執行搜索，也有對他偵辦了賭博案件。搶案隔當天，派出所的所長手骨有包西部，另外一個警察在壓制歹徒的過程當中，嘛來受傷。也警方偵辦了後，初步是了解講，嫌犯因為伊的繳金風草無工課，也閣欠人數百萬，加上有2個囡仔愛飼，經濟有壓力，才會驚歹徒搶銀行。